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平》，我是主持人陈明珍。所以看到背后的山的风景非常的好，你再看到云林、嘉义、高雄、台南四只县市哦，那位所是到台南市的南市区的梅梁。梅梁的楼梯名叫强州山，当到青岛的种当天客家乡亲都讲的是强州山。那位客家乡亲的睇睇是将近100年前一本书的时间呢，从新竹苗栗地区晒下来嘅。不过来到强州山客家先民呢，最早并唔係嚟種強州嘅哦，其實係嚟種咖啡嘅。不過因為風波嘅技術唔係按好，故所咖啡冇種上，結果種強州做得非常出名，故所咧天名是叫做強州山。不過到咧在民國58年時間咧。強州上一輩嘅情況係非常非常嘅好，不過天咧就強州嘅成本咧，種出成本人工嘅成本提高嘅，故所呢強州冇按好，以後是改種梅嘅，梅都滿山都係咧就成往一輩咧就情況非常非常嘅好。當時嘅副總統車東美是講，既然梅嘅種都按好，呢個地方是由強州山改做梅梁。梅梁呢個地方呢，到民國90年時節成立。台南嗰陣時嘅台南縣體質嘅休閒農業園區，梅梁嘅休閒農業園區成立都已經11年咧，其中經過咧仲有95年嘅時間，梅梁太茶貨嘅影響咧，遊客人數咧一下從45萬煞變到存到30萬煞，天天嗬。減少3股1股，我呢幾年咧一停定派咗上玫瑰啦、上鳳眼松桂啦等等嘅種嘅發通咧。一種觀光人潮到去年咧，要增加到67萬3萬多嘅嗬。嚟路行來到底梅梁面臨用百型挑戰，當天農民並同政府呢要用百型嘅營運對策呢，面對一種嘅產業轉型，還有一種觀光品質提升。當天民眾做呢啲努力呢，等下嚟到梅梁嘅遊客自信站呢，請台東來賓並台下鄉親共同參加討論。開會了！節目錄影現場來到梅梁遊客自信站哈，看到嚟鄉親從南南嘛，一請到台東來賓共同討論啊！呢梅梁休閒農業園區從民國90年成立到今已經經營71年咧哈，同時咧仲係上螢火蟲嘅上螢機哈，也從拍嚟6年咧哈，嚟看一下呀休閒農業園區成立為11年，上螢機拍嚟6年，到今呢。超過樣板型，還有樣板型建議，所以兩日發通園區呢，盼到更加成功圓滿哈。馬上歡迎小姐台東來賓，第一呢係你台南市觀光旅遊局觀光行銷科陳宏田陳專員，你好。現場的鄉親朋友啊，大家早安，大家好。謝謝陳專員。稍等歡迎小姐係台南市政府農業局嘅郭一彬郭副局長。鄉親大家好哈，很難得啦，有這機會和大家見面哈。尤其電視台關心咱大家，我想大家呢，盡量咱心內的想法、未來邊建設來講出來。謝謝大家。好，謝謝郭副局長。稍等問收嘅係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呢嘅副教授並研究所嘅副教授林鳳瑞林副教授，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感謝上個來賓，咩感謝台下嘅鄉親哈。先來看一下你嘅講梅梁休閒農業園區啦哈，佢到民國90年時節來成立哈，看一下嚟種利用人次嘅比較哈。到民國94年時節，人數是有45萬3萬多嘅哦。不過聽到95年時節發生一種太遊覽車嘅意外哈，事情22殺、24殺人受傷哈，按太嘅意外，結果天嘅馬上。到96年嘅時間呢，嗰種嘅人數是都係30萬9千殺，差不多跌係3股1股按多哈，所以今年呢，因為有攀上影季啊，溜溜咻咻，呢個人數慢慢提升啦，再加上你採體驗在嗰種嘅大變哈，所以看到民國100年嘅時間，那遊客人次嚟到67萬6千殺哈，哦，那上升嘅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多啦哈，所以梅梁休閒農業園區，如果好食好教好料地方，係咪個特殊嘅人文特色呢？我想先聽聽新聞記者講頭去了解下。天天的暗暝，不過也跟世界上上嘅一度嘅銀行松山，原來幾日都會為去台南梅梁嘅山登高，潛入去為一入嘅神秘蟲嘅鳳眼蟲。梅梁嘅山路第一間就看得到比來比去嘅火點皮，充係生活用嘅暗漿。又很漂亮，因為它那種就是自然，就是會發光，讓我覺得很特別。當
当年春天4、5月的一度，都国开凤阳虫传推嘅季节，故所嚟到亚达尾，看呢度凤阳虫嘅生态奧秘，像嘅一度加重帶點聲音嘅雷聽入同元素東南地嘅景致。就是很特别，然后就是在台湾的生态，就是才有这样一个保护区，希望可以去维护它。在像70几年代，我们采梅子晚等那个中盘山来称梅子的时候，就满天，这头上全部都萤火虫，那种回忆就很快乐。就算我被黑到電太熱，我也能行起種地水魚嘅。同條兩嘅爭下一點嘅搶梅，因為喺個木更加累採樹，梅葉就會跌青青，樹身就會減少。要幫助梅農，你看現在下雨天下這麼多，沒採，你看地上掉下很多啊，要採，你看下雨天怎麼採啊？政府要補助啊！你看現在很便宜呢，划不來呢，一天工錢1000塊，老闆都我是會貼本呢。แต่หนซุยฮอก็ไม่ไม่เด็ดล่ะมัวจะแกจะให้ที่ลอยฮอถ้าให้มันย้อนอันโต๊ดเร็วเหตุ平常時嘅梅涼迎客動手，在個困難路順，有堅持睇戲有飲茶當佢嘅便宜。原來係民國95年一場洋蔥嘅茶貨，直至到頭擺當年做啲上到45萬迎客，以下嘅減少嚟3股1股，對菜地嘅觀光發展造成動態嘅衝擊。影響很大啊！影響乘客都不敢上山啦，現在大客車都不能駛上來了，都用接駁車了。嚟到梅涼，除咗欣賞鳳陽蟲，唔好唔記得為食困難菜地嘅梅葉料理，仲係又酸又甜嘅梅葉雞，葡萄金黃生熟嘅梅葉排骨，連送梅葉水嘅5個一道，保證唔生嚟合味切味。梅涼有將嘅生態景觀同豐富嘅農特產，雖然也按當年代天天嘅上當迎客都進來，不過農民同樣則行嘅希望做得創造出行客國嘅經濟價值，比獲到頭擺嘅好貢獻來做迎客嘅信息。看睇新聞樣片收嘅，想先讓觀眾朋友先分享一下，喺每一個最近當好勢吼，酸甘吼，土雞如放山雞吼，牛就當好勢，所以觀眾朋友假使來梅涼發，做嚟吃水下梅涼嘅梅雞啦哈。不過我想先請教我們現場鄉親，就說有沒有哪一位鄉親可以跟我們講一下，說從那個大車禍哈，95年那個大車禍發生之後啊，對當地這個整個觀光產業、休閒產業造成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哈？是不是請鄉親啊這位？先跟我們發言一下。因為咱今年度吼，就是講，咱市政府交通部觀光局吼，就是講咱這個迄個龜丹溫泉的開發案吼，開發案是毋是講咱觀光局應該加快腳步吼，透過咱市長吼，佇咱的行政院會吼，幫忙咱爭取，互這個開發案較要通過。開發案如果通過了，就講。咱梅嶺會當結合龜丹溫泉，龜丹溫泉了就是講咱有江蝦古厝，咱有玄空瓦斯、永興吊橋，有曾文水庫。哦，整個旅遊帶就更完整了。一連線了就講嘛是拜託咱市政府相關單位就講，咱的因為咱這是水源水質保護區，對，曾文水庫的這個。免咱輔導咱的農民爭取，免咱去這個民宿。哦。這個民宿因為咱今年農曆春年差不多60幾萬至70幾萬的遊客嘛，吼，伊來遮物件食伊根本無佇遮過暝，所以根本你要趁到伊足儕錢嘛有困難嘛，吼，所以我一直講，就講會當一暝2日，好，吼，伊遮來遮佚佗了，嚟龜丹溫泉，在那邊洗溫泉，在那邊過夜，好，然後隔天就採一些水果，了上重點的拄仔咱有咱的主任的第三個建議就是說，吼。咱的梅嶺這個95年的這個梅嶺大車禍之後，咱這是控管，是6.5噸的大貨車就袂當上山嘛。大遊覽車這影響咱梅嶺的發展是影響是非常的大。好，因為咱梅嶺這個所在是講較歹運啦吼，你莫甲發生車禍攏無這個代誌，所以我一直向市長報告就說，你行政院會你既然甲咱通告是危險道路，你應該是想辦法你行政院。到阮委員會來幫阮爭取，從這個道路免去甲改善掉，免啊，互大貨車會當去哩。因為這毋是咱市政府的權責，大客車免啊去哩。這毋是咱市政府的權責，是行政院。所以我直接呼籲買市政府市長幫阮來解決這個梅嶺這個
这个大客车会当上山吼，所这个观光事业会当搁较热络。好，谢谢。谢谢。我们3个建议马上就来请台上这个来宾来做回答。好，让先请教郭副局长，就是说我们这个休闲农业园区成立10年，当时当处长，现在也高升副局长，就是说其实这一路走来您相当清楚。那这个陆陆续续，这几年看到这个也走过谷底啊，慢慢爬升。那对于我们刚刚这个区长提到说，这1年4季的活动啊，是不是要把它串联起来哈，让整个梅岭休闲农业园区能够更发展？其实山区内底吼，南西是一个资源足侪个所在，我讲资源的农业资源、观光资源、人文资源足侪个所在吼。我比较感觉可惜的，就当地呢，咱的农产品运销做了无好。对，所以讲呢，真侪拢是外口人来、省人、番仔来到遮所在。所以讲，咱个羊桃啦、山影啦、旺来啦、麻影啦、金蕉足侪所以讲这几年我嘛负责讲产销班。来成立互咱的农民呢，会当讲有一个运销会当出去的机会啦。团结力量大，团结力量大，这是爱安尼经济规模才是经济规模。是。尤其我讲，拄仔副长有讲的，才有曾文水库，还有我们的玄公法师，搁有咱金蕉山，其实这些呢都是咱足大一个资源，观光资源。我定讲。农产品要卖出去呢，除了第1级的农产品行销之外呢，2级的加工业，第3个就讲会当将农民对不对？休闲农业，安尼还有法度。农业部分呢，我是讲农业啦希望讲咱会当结合咱的观光资源，咱的啥呢？宗教、人文，地方环境的生态，尤其生态，这个地方生态很资源足侪。对。所以讲，咱讲有佚佗，爱有食。有食呢，爱有物件买，再转呢，才是真正佚佗。所以讲爱咱物件才佚佗了，会当买物件，这个伴手礼啊，这个开发。所以这几年我买讲梅啊、脆梅，一寡梅的包装变它盖好了，会当更加诱发人家买的欲望，这是上重要。好，那针对这个部分呢，农业部分，我们这个副局长都是这个回应了。那我要请到我们交通局的这个林副局长，就说刚刚针对我们这个区长提到，就说这个路段啊，这个列为危险，梅岭列为危险路段这个部分啊，就是说目前这个部分市政府的这个处理的相应的因应措施是什么？交通局这边补充报告一下，因为这是95年发生那个学生校外教学一个大车祸以后，就公告呢这部分从5K 开始，就这里开始呢因为主要就是这个道路的设计呢它是属于我们6级的那个山区道路所以呢它的速限呢是30公里因为它整个那个纵波呢都超过我们那个设计的规范纵波都超过11%所以这个大客车上来呢事实上呢是相当的危险，所以从92年12月8号开始，我们就公告呢它加重就是6.5度以上的那大客车就不准上来那这一部分当然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是做这样的管制的那主要就是说呢为了整个行车安全，我们不希望说呢再发生类似的一个那个安全事件那这一部分主要就是刚刚区长也讲如果说要做这一方面的改善的话，可能要相当的一笔经费大概如果说要把那个整个纵坡呢再符合这个设计规范11%的话呢可能我们有公务局呢有经过评估呢大概要3.5亿到4亿之间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经费，所以呢也可能要透过呢跟中央这边呢争取相关的经费，跟区长刚刚讲的把整个风景区呢这边的一个相关设施呢做一些串联那把这一条188线呢做一个比较合乎我们这个规范的改善，然后到时候呢我们大客车呢应该呢就可以呢往开到上面去了这个陈专员。刚刚我们就区长讲说，这龟丹温泉能不能脚步快一点这个旅游带能够串联起来。再来就是说这个因为现在大客车不能上来嘛，那是不是我们就响应记这个接驳专车能够变成比较常态性的，说固定周休2日都会有那这部分观光旅游局这边的态度是怎么样？刚刚区长还有提到所谓包括民宿的部分
这个地方可能涉及到整个这个曾文水库水源保护区、水源保护区、林班地种种的因素啊，但是在周边可能有一些的辅导的民宿的说明会，我们内部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包括市区部分或者是山区，现在一直在做这样的说明会。下个月我们另外一个科观光事业科他们也针对民宿的部分会来做这个处理。那刚刚另外提到的是这个接驳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说梅岭自从游览车没办法上去之后，很多的生机商机就因此走下坡啊。不然现在我们看像悬空法式跟永兴吊桥，每天这么多的人潮，这么多的游览车过来，他们如果还能够持续到我们梅岭地区来消费，相信在这个地方一定又会创造更多的一个商机啊。那就希望说我们也是乐见说，以后这一条南188线能够继续的让游览车能够上来那但是在安全的条件之下能够成型。那接驳的部分，那接驳部分我们目前就是规划在活动的期间尤其像这一次是这个4周的这个赏萤季的期间我们才规划这样的接驳，因为这个毕竟是属于一些成本在里面如果说常年性要这样子的处理，但是不是活动期间，可能搭的人数可能有限这个也是有资源的浪费，所以是要考虑到成本效益。我想今天是请教林副教授，就是说，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要有民宿这个民众才能够赚到比较大笔的钱不然这个吃个梅子鸡买个梅子伴手礼，基本上这个消费金额都不高了可是这边又受限于是曾文水库的水源保护区，所以在这个一日游、半日游好像比较容易做到，要2日游就比较困难那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目前这个环境的条件限制之下，我们梅岭还可以做怎么样的？不管是这品质的提升也好，或者说这个特色的这个加强深化也好，这部分是可以持续来努力。那请这个林教授给点建议。这个地方，99年我对这地方的评鉴报告里头，我一直提到一件事情，我是希望它是变成一个有机乐活休闲、绿色节能减碳的一个生态的农业村。哇，都是现在国际的这个旅游趋势。对，是用这个模式。梅岭都符合了。对因为你这样子进来这个地方，其实这一段路走起来不会很远啦。好，那只要你某个定点，那现在第二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一直在提到观光局这边有提供那个应该旅游巴士吧这个接驳车这一些的。可是以我们在休闲农业区评鉴的角度来思考的时候，我更希望我们这边能够得到更好的加计，因为补助会更多。那可不可以到时候再思考，我们自己去买车子？我们有休闲农业园区自己来做接驳。对，因为我们比较倾向的，因为我们在评鉴的思考上，我们比较希望一个休闲农业区，你的财务是自主的，政府的补助。它毕竟只是帮一些忙而已啦。所以我比较希望是我们社区的这一块里头可以思考这个议题。第3个就是刚刚我们陈专员有特别提到，就是说那个民宿的问题啦那基本上在法律没有改变之前，其实严格讲起来，大概机会不大啦。法律没有改变之前机会不大，那要看看我们台南市政府这边是不是可以帮个忙不过没有的话，我是建议这样子因为我本身是讲整合行销的观念其实我们可以跟外围的，跟预警对，跟这些先做民宿，对，其他的这个对住在外面但是吃或者是体验活动啦，或者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所有的行销活动，那个休闲游憩的活动，其实是可以再结合的。那我现在开放现场的乡亲开放本现场的乡亲那对于那个梅岭休闲农业发展园区有什么建议的请举手好吗？好，这位先生。梅岭永州山青岩村的问题对97年7月17。卡梅基台风，过来98年的88水灾，也两只影响规山的生态嘛个嗰条青岩村啦。我希望讲，政府有关单位尤其水保局也着水利局也着有办法讲，对营业体系做有较好的整治差不多双半年以来，嗰种嘅大病有点升级咧。你下因为天灾关系，让哋省家财产流太动多嘅你下起风起嚟，下冇按改啦冇按简单冇按简单希望嘅政府单位有
尤其个水保局也得水保局、水利局啊吼，要对人家加强一下。好，好，感谢，好，谢谢。好，还有哪一位乡亲？好，这一位，嘿。大拄咱区长有讲过，咱这个，咱这个会当做民宿这个问题吼，咱希望讲，我这有含去了市长讲过，我讲哦，希望咱山顶哦会当来，甲伊规划讲，甲伊讲要规划几十家安尼啦。因为这咱市长有讲过，讲伊会尽量努力讲哦，甲这个区域规划几家，是咱市府来管理。啊，那咱这个里民的用途就搁较宽。哦，或是恁变成特定用途的专区来做就对了。谢谢里长。好，还有哪一位乡亲？旁边这一位。咱们水库伫咱这个所在，过去咱金石山要用水啊，再三挡水去哩顶头，不管是讲要泉液啊，要饮水，爱900块以上啊，即摆爱1000几嘛。那我伫遮建议讲，咱们水库哦，就是讲南区水资源局、咱们水库管理局，伊爱甲咱用一个这个。规个每领内底看30桶水、50桶水，整个园区对于咱们区这个抽水去后，咱金石山的人用，那可以结合整个观光嘛。哦，就是讲咱唔正有法度通去灌溉，啊，这梅啊起来，咱搁来种金蕉、天黄椒呢，迄是介绍偌好的。哦，所以遮拜托家己，谢谢。好，谢谢你的建议哈，可能是针对这个曾文水库部分了哈，还有好，那还有哪位乡亲有意见呢？前面这位先生嘿。就是讲咱赏萤的日期，希望以后举办的时候，能跟地方的村民讨论一下，因为萤火虫这是有季节性的东西的生物，并不是说你日期定在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好，像这一次来看萤火虫的，到现在最近了哈。下山的游客都脸臭臭的啦，说看无五只萤火虫，看无五只灰金菇。那请问一下，今年的萤火虫大发生期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如果这个活动能够提早2个礼拜，这个活动会等于说4月初就来办。大概是4月初、4月中旬这个时候。哦，所以今年21号有点晚一点点就是了。这是游客的意见啦。游客意见，好。谢谢各位。好，那我要请教陈专员，就是这个游客反应，然后给我们当地这个导览员说，今年的赏萤季这个办的有点晚，如果能够提前的话，能够跟当地乡亲讨论一下，也许这个活动的安排这期间会更圆满、更妥当一点。那您的回应是？好，谢谢谢谢反映这样的问题哦因为也是办了好几年了哈逐当吼情形拢有一点落差，因为有当时像顶2当后迄个前后2波的这个高峰期吼伫今年的这个生态整个气候也是有一些变化啦。从一开始我们一直也在观察这样的一个日期后来又考虑到到5月的话结合到比如说像母亲节这样的活动会比较有意义，所以内部有一些讨论就希望说能够把这样的游客能够带到5月，让母亲节的游客还能够来到这边享用这个风味餐包括来这边游玩因为今年确实这个大发生期跟往年比较不一样，在地我问过确实有这样的现象如果这样的意见，我们以后会再更加来多跟我们当地的一些我们店家和我们这边的业者来做商量以上谢谢。针对这个，不管是梅子这个农业的这个项目，还是说其他农业的这个产业的项目，那乡亲有什么样的建议的，请举手发言好吗？有没有哪位乡亲？今天我要讲的是关系着我们梅林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就是梅子的销路问题。梅子可以说是我们梅林呢产量最多的一种产品，也关系着里民们的经济来源。可是呢，1年1度的采收期要是到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噩梦的开始。这个梅子盛产，这个价格就不好，是不是？价格不好，外销没有着落，内销有限。然后呢，看着成熟那个果实乏人问津，满山遍地都是，地上都是掉满了我们的果实，所以呢，那种心酸欲哭无泪的心情实在是言语难以形容。所以呢，在这里我衷心的希望，
我们的专业长官们能够替我们这群偏远地区的果农们找出一条出路。刚刚那位打黄色领带先生，这位乡亲，有机环保，人人有责。等于说梅岭可以变成有机示范区，当然是你的愿景。当然是梅岭成为一个有机专区，我希望能够推动有机环保，人人有责。人人有责的话，把这个责任呢，带给所有的消费者。因为责任的话，会让消费者呢感受到3个好处。第一个自立，自己的利益就是他身体会带来健康，不用再受到慢性病那种受苦。第二个他利，他会来帮助这些有机的弱势农民，他会感觉到很光荣、很骄傲的。第三个是公利，公利的话就是维护自然生态，等于是大家都受这个利益了。对，投健康地球一票。好，谢谢，谢谢，谢谢你，好，谢谢，谢谢大家共同来推动。好，还有哪位乡亲有意见啊？这位穿绿色衣服的先生。我们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我们的交通要怎么办？我们的那个水资源问题要怎么办？但是从头到尾我们都没有讨论到，我们住在梅岭山上这些农民怎么办？这是一个很深远的问题。我们把交通道路都搞好了，我们把人都带上来了，那农民呢？农民还是一样，那个他刚刚那个大姐讲的，那麦啊，那龟头卡不人要买啦。好，所以我们农业政策对于我们农民的实质补助方案是不是有一个有效的一个方案？我们刚刚教授讲得很清楚，我们希望能够推有机，能够希望把我们的产品行销到全世界。哇，好远哦！对，我唔捌呢，美国地图我唔知呢，我敢知我的麦落地头卡不人甲我买呢。所以在这个方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农业的这个基础产业的上面，请我们农业局的那个长官有没有相关的补助方案？比如讲他的收成的补助，或者在他栽培的过程，陈总讲，刚刚那个帅哥讲，他希望有机栽培。如果这些农民参加了这个有机栽培以后，他是不是有办法获得到相关的补助方案？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亲密个乡亲讲到两个充电了，其实无论是有效有几多吼，公共行销发通做有几好。采听农民嘅成法，冇吃的时候用，加成机哈，一种摸一摸人买哈，俩眼前的问题还是马上来解决。像你先看下，广告以后让想推到来宾做回应。经过上一节讨论提讲吼，其实规只梅岭地区为在整文水库嘅水资源保护区，深度嘅发展呢，受到了这水资源保护区嘅种嘅影响，就是限制啦哈。另外咧，交通嘅问题呢，也因为咧城区嘅路哈弯弯啦哈，那种嘅太游览车、大客车冇法落来吼，也对当地民众因为讲，由于天长途嘅影响。不过最后有人讲到，其实农民嘅成法哈，梅嘅哈，那种嘅。开出的时间驾驶唔好哈，冇人买，也系请验视所以来解决问题。还有咧，因为到整文水库嗰度资源保护水资源保护区地底度，叫做沙漠吃来水好用哈。无论係當地民眾一個遊客上山來，水嘅問題都東嚴重嘅啦，哈，也馬上經常討論哈。我想先請教一下我們這個郭副局長，就是說，剛剛這農民都提到這個。梅子產銷的問題了哈，當然就是說，這個盛產的時候價格不是太好，而且這個梅子掉滿地也沒有人來採收，這等於說他們沒有成立產銷班，還是說這個產銷班這個遲沒辦法成立起來，原因在哪裡？您有做過了解嗎？另外就是說，這個農民這個如果說要再加工的話，啊，或者要轉型做有機的話，那這部分農業局的看法是怎麼樣？其實梅子啊，在南溪呢，它應該發展個有機生態區。那這個部分呢，如果讓這些農人呢有機會賺錢，我們在98年的時候呢，我的輔導我們農民啊成立有機，我還請人家來上課，然後呢輔導他們認證。結果呢，因為梅子要認證呢，水質、土壤還有梅子產品都要經過認證，但是產期過了，明年呢，就那一年浪費掉了。所以後來呢，我們輔導那個隨緣山啊，他一個黃金華小姐呢，女士啊，他們那個農民呢，
今天就是呢我们那农民呢组成产销班，后来取得了一个认证，就是有机认证，已经拿到有机认证了。现在呢在做有机农业认证，而且栽培，他跟农民买卖啊，农民买卖啊，等于契作就对了。契作，保证价格1公斤可以买多少钱？至少有些农民呢，刚开始就叫过一寡农民，但其实刚开始农民做这啊，伊要卖啊，所以我来讲农民首先要走3小班啦第二，3班做出来了，政府才当来协助你们来做生产、行销、包装的工作。那目前呢，我们几个像我们当那个赖先生他是当地呢做一个梅子加工的业者，感谢他每年都跟农民买了很多的脆梅、生鲜的梅子在做加工。所以这部分呢，我们讲说，第一个我辅导农民做采梅、鲜梅 DIY 做鲜梅的销售，第二个做加工。所以这部分呢，我想首先首先农民做3小班，第二呢，我哋加强督促农会赶紧来做。农会做袂歹，我辅导农合作社场来做。所以讲，我目前合作社场辅导了，他们慢慢来做。我想有竞争就有进步了。这部分呢，像我们赖市长农业这问题呢，它是一个议题很重视，所以说也要求我们农业局呢要加强这部分，要赶快来做。这部分我想我们一脚印会再慢慢的加强。好，那我想这个没有自来水用这部分这个是区长可以来给我们做一下答复吧？就针对我们整个梅岭地区没有，因为在曾文水库水源保护区的限制受开发，这个部分是不是区长可以去做反映的？跟曾文水库这边做过什么样的沟通协调？我来向各位报告因为咱南西这个地区这个水源设施保护区不是专门水库啦。是御风蓝河院啦，咱唔通去误会啦因为这专门水库伫咱南西带来非常大的利益。咱南西目前有300几个无自来水来饮用咱每年咱这个供有台，最主要是这个土地上伊的协商出问题。咱这个张经理伊应该有快起来明年交咱大众餐厅遐交新城市文川因遐市文局遐有读试过，应该土地也解决了，因为主联编的经费来施设嘛，因为咱地甲山这边嘛是土地问题是咱土地取得有困难。当然那这是国有林地还是一般的林务局也有，国有财产局也有。因为咱最近今年都就是咱靠山顶已经完成啊嘛，靠山顶完成了就是50几户的使用户拢有水啊嘛，所以咱应该这土地取得有点就是关系到林务局啦，林务局应该是土地应该放落来放啦你在程序上要合法了，你就来绑。副局长，我想我了解部分来讲一下其实我们在曾文水库旁边没有水喝是一个很笑话的事情。然后呢，我们目前台南市还有一部分呢，少数几户没有水喝。这部分呢，我想我知道部分我讲一下因为我们市长赖市长他很重视问题他前阵子呢是东山高原村呢。高原里现在高原里，东山区的高原里也是一个部落没有水喝。然后呢，他在行政院院会参加的时候呢，就是跟我们院长讲这个问题。所以说那时候呢，他去跟中央呢拿了钱，先做逐步改善。今年呢，就从东山区呢那个高原村呢，已经来改善完成了。目前在上个月已经供水了，上个月一步来了我想请教一下我们林副教授，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梅子这个销售价格不是很好，其实我们现在鼓励所谓地产地销那或者说也鼓励所谓的这个有机绿色这样一个永续的产业那您觉得梅岭地区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来做吗？那如果真的要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需要些什么样的再提升或再教育的部分这个是部分是您可以来做建议的。好，就诚如刚刚郭局长所讲的，那个其实我们可以用契作的方式，或者是说我在地的这些酒庄的酒厂来收购，对，我来负责收购，酒可以越放越沉吧，对不对？对，就比较会疏解这个所以我们可以打出一个口号，比如说北信义。南梅岭，或是南溪，那这样子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区隔。那这时候就变成我们自己来跟梅岭的口味品感是什么？跟信义跟南投信义乡做区隔。对，因为这个我们在学理上就是说替竞争者做定位嘛。
好，替他做定位啊，我就可以塑造出我的差异性了哈。这是我个人想法哈。最后一件事情，我是觉得这样子啦哈，其实梅子的行销哈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在台东曾经有一位海军退役的一个少校退役的，那他也承袭他爸爸的那个土地回去种梅子，但是他很聪明，他把全程因为他的地方有八色鸟。他用录影机把八色鸟所有的生态记录下来，好，包括八色鸟偷吃梅子也拍下来。对，然后他用八色鸟，因为八色鸟要吃的是蚯蚓这些的，然后他就用八色鸟来证明说他那个地方是有机的，是当然那个时候不叫做有机啦，我们至少跟他讲说他没有用太多的农药啦。好，然后之后他就用这个讯息，透过当地的好像是台东当地更生日报什么报纸，然后后来雅虎就一直传送出去，结果它的价格变成是。很高，好，台北市价格很低的时候，它价格很高，而且卖到它把周遭的农友的都一起卖出去了。要有一个特色的故事点，对，要有一个品牌故事，那个气作。假如我们有一个外销的厂，因为我们大部分梅子是外销的，那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哈，其实我们在屏东地区有一个就是毛豆，好，毛豆，毛豆现在外销销日本，对，非常成功。对，第一名，而且在日本市场非常的市占率90%以上。啊，我们只要他那个前端打出这个通路，我们这边的货就送到那边去。好，我想这个是大家可以期待的一件事情了哈。那我只是把我的想法哈分享给大家，谢谢。好，那谢谢我们的这个林副教授哈。稍等来看哈，连每两梯有那种后高后撩梯房哈，这是梅岭的旅游地图，我们看一下这个。从南二高哈这个关田系统下来，走84号快速道路，从玉井那边下来之后，一路看到南西梅岭哈，就会梅岭的路标很清楚哈，这个部分的确路标做得还不错。好，那再来是台三线啊，南西市区落来以后，看公家古物哈，然后迄个小安客，嚟喺邊度福路客嘅客家嘅只公家古物多啊，到嘅，再嚟到灣丘橋啦，到嘅直接有 People 通哈水虫的，还有再就是梅岭现在鹿影这边的旅游服务中心，再来是有这个生态园区啊，这水火同源的活动群啊，梅岭食品中心、五龙店、五龙步道，再到部分呢这一款你风烟虫啊，当然新叶份这款风烟虫啊，再来到迄斑蝶花廊、梅峰那到提防下这一款活，在这赏梅啦，等于说其实。连接的是嘉义的这曾文水库，还有阿里山山脉哈，再往南也有这个龟丹休闲体验区等等哈。其实几样每两天去一年四季都非常的好高好料啦哈，所以无论迄来看梅花，然后看枫叶草，然后看野百合哈，然后讲来到位泡温泉是每一个哈。其实行聊聊啊，人一量一这是没问题的哈。不过我想再开放我们现场，相信就是说针对梅岭这个地区的发展。好，不管是农业发展也好，观光休闲发展也好，您还有建议的，请举手发言好吗？好，这位。合并之后的之下是，我想大家对咱的期待较高。得讲安怎呢？对这开始，你应该做免费的接驳公车，免费的接驳公车，这会高嘛？如果你有心在这边要发展，你是指山区的小型客运这样的接驳吗？对，直接用小型的接驳公车，你就给买一两架，每天不要只有假日。这个讯息既要让人知影方便，有些背包族的哈，或是一些那个年轻朋友，应该坐公车会当坐到家，这方便的坐免费接驳公车去到山顶，好，完全没有什么安全的顾虑，也完全没有所谓的环保的问题，好，都做好诶。啊，这个部分我嘛希望讲市政府这个所在是不是努力就去做，也符合低碳旅游的一个一个趋势潮流啦，没有错。我看还有这边这位先生，嘿。12年前，我规划到即摆，咱做啥物物件，咱拢无做着。我出来，拢互咱遮个乡亲，大家笑甲辣叫。包括即个水源，咱讲12年啊。咱徛伫地，徛伫水源水质保护区，若无改变，山区就死去啊。无法度通处理，你甲看，即摆现实的哦，这个长辈时代，今仔来尔，这个少年伫倒，少年拢伫外口，食头路，叫伊倒来山区，做事人真啊夭死。所以，阮的愿望，水源水质保护区一定要改变，因为梅啊倒来俗的时阵，
无人要买，要创啊。咱这长辈是大会捡心嘛，咱会捡着当在厝，啊当在厝咱甲浸到红光里，怎啊发酒味？怎啊来做酒？那还有哪位乡亲有意见，请举手发言好吗？这位先生。那个梅岭，那个2号桥和3号桥的变道，上面那个断层上面常常会落石。我建议你们2个方面，上面的出口，下面的入口都要用标志，小心落石。前几天下雨的时候，看到很多人接驳车，那都私人的啊，都跑那边，我看了我都脚底拢冷。万一啊，石头搁冷2粒仔落，每年就翘呀。感谢这位乡亲。还有哪位乡亲？还有那个乡亲？好，这个穿蓝色衣服的先生，嘿。这到迄个赏樱季啦，吼，迄个观光局呢办这个赏樱季，今年当第7档啊啦，吼，会当讲每档拢替阮梅岭来带来非常侪的人潮佮商机吼。啊，但是我发现讲吼，这2档啊呢，迄个人潮足侪来讲啦，吼，但是有的足侪游客，尤其是迄个一寡大学生、后生啊啦吼，歹势暗时1点吼，佫徛起来梅岭啦吼，哦，我感觉这是来非常无好啦吼。啊，所以最近啊，足侪迄个湾区吼，咱算无做生意的，较平地处理遮啦吼。我处理底下反映讲，哦，啊，恁办这差死人呢，我规暝拢困袂去啦吼。啊，你敢知影？1、2点，佫有机车呢，20-30台呢吼，乌去哩，啊，佫乌倒落来啦吼。啊，所以我一只啊建议咱观光局这方面啦吼，是要带咱管制。比如讲9点去哩，你去哩遐根本是看有着火金菇，无你是去哩遐要创啥？啊，佫有就是安那呢？我感觉迄个咱这个旅游品质有无吼，游客的素养无够吼。办一个火金菇1天啊1暝过啦吼，歹势咱用阮梅岭啦吼，要清这粪扫啊用发财啊吼，载1台佫载袂完哦，真诶啊，规个起始地全部拢粪扫吼，啊，逐个食食拢乌白蛋吼，啊我。也希望讲，迄个以后咱公部门这方面会当甲因先导的。第二就是，迄个咱国务局长头拄有讲吼，迄个咱梅岭啦吼，迄个伴手礼方面有无设计包装吼无够水啦吼。好，谢谢这位乡亲哈。我想现场发言很热烈，我们再开放最后2个名额，最后一并请台上来做回应，好不好？最后2个名额，哪一位先生小姐要发言的？啊，这位。啊，我的意思是讲，把阮的井湖做较好势。啊，会当互阮有一个机会，啊无路伤歹，啊人伤济拢对2站平去，啊井湖拢无半个人安尼，甲阮小梅岭的井湖的道路做较好势就好啊。好，遐无人。好，歹势。好，谢谢。好，还有哪位乡亲？啊，这位小姐。我们要把整个梅岭总共休闲农业区有900公顷，那这900公顷当中呢，我们只有用到一个小点而已，一个点。就那个点，那我们何不呢？把这个整个呢点线面，把这个动线呢，把它拉大，把这个饼也做大。这样做大之后呢，整个梅岭的人呢，他都有饭吃，不是只有一个区块而已。这个区块把它放大，好，不是说我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观赏这些东西而已。其实我发现这个梅岭区块呢，萤火虫的区块也蛮多的地方，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而已。那生态不是说只有萤火虫而已，我们这个蝴蝶生态，各种的生态是蛮多的。产物也蛮多的，那我们怎么在春夏秋冬这4个季节当中，把这些所有的资产把它发扬光大？那我们把区块最重要，把这个区块把它放大，点线面要只有把这个动线呢做好。谢谢。整个梅岭休闲园区是不是要再更这个加强发展的部分？我想是不是请副局长来先做回应？台南市有3个休闲农业区其中第1个就是我们梅岭休闲农业区。啊，所以说休闲农业区设立下去之后呢，政府的资源才可以进来。所以说，我们休闲农业在这个地方有投入相当多的一个经费在这边。啊，刚刚我们这位小姐呢讲到的，希望将饼扩大这部分，我想这个我们4、5个单位大家加强，希望能够将我们的农业资源结合观光、文化、在地的人文一起加进来，我想饼才能做大。第2个讲到包装行销，其实。人讲人要
衣装、火药金装嘛，足清楚的。我梅啊呢，挽来一斤呢，可能要4块半、4块8，吼。外销好的呢，一斤讲20块，吼。去遮大粒的去到日本，但是呢，伊日本人加工这梅酒料一罐是变做偌济？6、7、8块，吼。所以这个部分呢，附加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咱的梅啊，册梅，还是讲呢细梅，还是讲咱的咸梅啊，同款嘛是爱包装。尤其我觉得我们包装啊，一直很大，做大包，这是符合咱这现代人的需求哈。第一个要小包装，精致化。哦，超商都卖小小一包这样子。小包精致化，而且10颗一次要有那种视觉的诱惑，感觉很好吃，想吃。我再讲一杯上近上流的一个啥淡定红茶，有没有听过无？好，近著名的淡定红茶，你喝了淡定没有？可能咱在都唔知啦。大家少年知淡定哈，脆梅、鲜梅加工。那今年办了11场嘛，我想这部分呢，明年要扩大我们市政府来协助这部分大家的一些加强来做。我想从以前到现在都有在做了哈，但是这是做了，要如何这个整合资源？第二个，如何将饼扩大？这个我想大家一起来努力。好，谢谢我们的副局长哈。再来，我们请我们这个陈专员，就是说针对这个梅岭地区的观光休闲，不管是活动的内容或活动的期间，甚至这些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哈，都能够纳入我们的观光行销科这个整体的规划年度计划里面。这部分专员怎么样来回应？刚刚有几位有提到关于这个包括我先回应一下刚刚陈兄的意见啦哈。他提到晚上有很多的大学生吼，伫咧彩点外要去去甲梅岭，所以这个现象对咱来讲是真的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啦吼。就是遮侪人伫迄暗时去想要来甲梅岭吼，表示讲我们梅岭这个地区的确是有走出去了。让大学生他们也愿意来，我们就希望让更多的年轻朋友进来。拄则讲11点外起来去甲干扰到咱遮暗时的这个生活吼，伫遮有若是伫这个活动当中甲咱做一个歹势提个建议咱会当纳入参考啦吼。第一点就是讲咱后手咱的文宣品，咱最近在做相关文宣品对山区的这个帮助非常大包括咱这个赏樱季的活动这个概念应该就是要把它推展出去。刚刚讲的不只是生态地形、地景、地貌。我们办这些的活动包括赏花、赏鸟都可以来办所以我们持续的跟这个旅服中心跟在地的协会在做这样的配合。我希望让梅岭持续都能够在曝光让更多的游客知道梅岭这个地区不会因为95年的大车祸梅岭就一下子就没有了这是我们站在观光一直在协助帮忙行销的地方感谢各位，谢谢。最后要请教我们这个林副教授。我建议一个观念因为这么近户家重视所谓的迄个环境教育，环境教育，咱这个所在真适合。我早起有甲诸位讲过咱来试着试看看。环境教育的设施，这场所，咱试看卖后摆咱分做3个区段。一个区段拜1到拜4啦，咱讲拜1到拜4这个时间，咱就专门来修啥中小学，这学生的这部分，咱做一个体验设计学习单这部分。拜5、拜6这是周休假日，对不对？当然周休假日这个部分爱考虑到就是讲，咱拄仔讲过其实拄仔迄个议员讲的无毋对，我觉得他的主张是对，符合我的想法啦至少咱爱做一个巴士，还有人迄款的因为咱还爱互行路创啥话无，对不对所以这也是考虑一下最后一件事情，我要拜托就是我们市政府这边啦我记一个啦成效安怎，咱毋知，今年就知啦台中市长胡志强副市长，去年伊有出来讲一项代志，讲迄个拉拉山顶悬的遮侪迄个水蜜桃。是不是？有的是雷山这边过的嘛，是不是？咱若假如咱的市长，咱嘛使出来帮咱的门仔做一个宣传，当然爱找一个议题啦。这议题即马暂时我毋知啦，咱无法度去安尼变啦，所以咱即马有法度呢做这样代志出来的时阵，其实它可以让消费者产生记忆，产生记忆，因为你讲胡市长去交食水，食水，因为后摆人就知影讲，雷山嘛有啥水蜜桃。
嘿，好，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啦，吼，好，家己做一个参考者，谢谢主持人。好，谢谢李副教授给大家这么多宝贵意见。最后一个机会，我们开放给现场乡亲，推荐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梅岭的乡亲们如何欢迎全国观众来到这边。最后一个机会，我们请有没有？咱各位吼，你若唔捌来到梅岭吼，你唔知梅岭水什么所在，所以讲梅岭好山好水。这大家应该认同哈所以在阮这么好，阮这么热情的乡亲哦随时拢欢迎咱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来梅岭看梅来，值得你一游。谢谢，感谢。好。其实梅岭遐亲特殊嘅客家庄，而且导演出去用下尾就客家庄，有平埔草嘅有福隆也有客家人哈。当然咧，地方嘅产业也当然咧，除咗台北嘅姜州、咧下嘅梅嘅以外咧，也有青岛其他农产品，比如講做嘅啦、羊頭啦、火龍果啦、芭蕾啦、姜州哈，非常嘅當然啊，當然咧，大概搞嘅地方也非常的多。除咗看螢火蟲、賞梅花、看野百合以外咧，也就賞嗰種就特殊的鳥種啊，就是朱鸝鳥等等，甚至有地質的這種生態旅遊，佢目標中嗰種嘅一線天也好，就所以8萬年的地質旅遊其實也是非常豐富的。所以嚟嚟位進行環境教育嘅，嚟嚟位進行嘅農村嘅休閒體驗嘅，嚟嚟位是好教嘅是考嘅，全部都有哈，像今日這個村民特別嘅機會呢，幫全國嘅觀眾朋友嚟了解梅嶺呢個地方，也希望呢得到梅嶺嘅鄉親嘅鼓勵。當然，你政府老移民共同做先至講，樣板型老呢種嘅水資源嘅問題、產收嘅問題，哈，還有交通嘅問題，共同來面對，共同來解決。而且樣現在有辦法，幫更加多遊客來到梅嶺嘅時節，感受到梅嶺真正好高好了，聲嘅魅力。以上為今日嘅村民特別感謝嘅收看，送大家安子謝再會。